近日，楊振寧先生雖已離世，但圍繞住他和翁帆嘅婚姻故事，又再成為大眾關注嘅焦點。之前有媒體拍到翁帆獨自出席某個活動現場，神情有啲落寞。呢個畫面迅速喺網上引起軒然大波，網友們紛紛猜測楊振寧先生離世之後，翁帆嘅生活究竟有咩變化？而他同楊家之間係咪仲有啲唔為人知嘅秘密？一時之間，各種傳言四起，呢場跨越咗54歲年齡差嘅婚姻，再次被推到輿論嘅風口浪尖。回顧多年之前，當楊振寧同翁帆宣布結婚嗰陣，成個社會都為之震驚。一個係享譽全球嘅科學家，喺物理學領域有卓越貢獻；一個係普通女仔，兩個人嘅結合就好似一顆重磅炸彈，喺社會上引發激烈討論。有人質疑翁帆係奴女，為咗名同利先嫁俾楊振寧；亦有人認為呢係一場各取所需嘅交易。然而，20年過去，呢段婚姻背後嘅真相究竟點樣？係咪好似外界所猜測咁充滿算計，定係有唔為人知嘅心情？當楊振寧同翁帆嘅婚訊傳出嗰陣，成個中國都沸騰起嚟，人們紛紛猜測呢個年輕女仔究竟睇中楊振寧咩？係佢嘅財富、地位，定係真係如佢所講，睇中佢嘅智慧同善良？一時之間，奴女心機重等難聽嘅標籤紛紛貼喺翁帆身上，每日都有無數人喺網上喺茶餘飯後討論呢段婚姻，冇人相信呢係基於真感情嘅結合。據一位唔願透露姓名嘅知情人士透露，當時楊振寧身邊都有好多人對呢段婚姻持懷疑態度，大家都覺得一個年輕靚女點解會突然愛上一個比自己大咁多歲嘅老人家呢？肯定係有目的嘅。呢位知情人士話，外界傳言楊振寧有18億財產，令好多人更加堅信翁帆係為咗錢先嫁俾佢。然而，事實真係咁咩？據公開資料顯示，楊振寧先生大半輩子嘅積蓄早就捐俾清華，所謂嘅18億只不過係一個毫無根據嘅謠言。一位曾經同楊振寧有過接觸嘅學者表示，楊先生一生致力於科學研究，對物質財富並冇太多追求。佢將大部分積蓄都捐俾教育事業，希望為國家嘅科學事業培養更多人才。楊振寧嘅長子楊光諾當時對呢段婚姻都充滿疑慮。佢返國之後，第一次見到未來嘅後媽翁帆。見面嗰陣，氣氛有啲尷尬，冇人講嘢，都有啲緊張。現場還原喺一個安靜嘅客廳裏面，楊光諾同翁帆相對而坐。楊光諾嘅眼神裏面充滿審視，而翁帆就顯得有啲局促不安。終於，翁帆打破沉默，佢輕聲話：我嫁嘅係你爸爸嘅智慧同善良。呢句話令楊光諾微微一愣，佢仔細打量眼前呢個年輕女仔，發現佢嘅眼神裏面透露出一種對科學、對生命嘅敬仰。婚後20年，翁帆始終默默陪伴喺楊振寧身邊。佢每日嘅日常就係陪楊振寧出席各種會議，為佢做翻譯、收拾佢嘅稿件。返到屋企之後，又要煮飯做家務，照顧楊振寧嘅生活起居。科學家出門，佢總係喺身邊，照料住生活上嘅瑣事。一位曾經同楊振寧夫婦有過接觸嘅朋友透露，有一次，我同佢哋一齊參加一個學術活動。活動結束之後，大家都好攰，但翁帆依然細心照顧住楊先生。佢幫佢拎嘢，扶住佢行路，就好似對待一個細路仔咁。嗰種關心同愛護係裝唔出嚟嘅。然而，外界依然有人議論，話翁帆係為咗錢先咁做。但多年過去，冇人見到佢攞咗咩巨款。佢就係一直陪住老先生過每一日。2022年，楊振寧唔小心跌傷，身體開始每況愈下。呢個變故令成個楊家都陷入擔憂之中。楊振寧知道自己身體狀況大不如前，開始考慮遺產分配問題。一位接近楊家嘅內部人士透露，楊先生跌傷之後，心情一直唔太好。
佢擔心自己走咗之後，家人會因為遺產問題產生矛盾，所以佢決定提前同仔女商量遺產分配。楊振寧打電話俾楊光諾，商量點樣分遺產。喺電話裏面，老人話遺產分成3份，一份俾仔女，一份捐俾清華，一份留俾翁帆。令人意外嘅係，電話裏面楊光諾冇討論自己攞幾多錢，佢主動為翁帆爭取，話翁帆應該有個更穩妥嘅安排，俾佢留一個穩定住所。現場對白還原：楊振寧，光諾啊，我最近身體唔太好，想同你商量下遺產嘅事。楊光諾，爸，你講啦，我哋都聽你嘅。楊振寧，我想將遺產分成3份，一份俾你哋兄弟姐妹，一份捐俾清華，一份留俾翁帆。楊光諾，爸，我覺得翁帆咁多年照顧你唔容易，你應該俾佢留一個穩定住所，等佢以後有個保障。楊振寧，你講得啱，我都係咁諗。呢通電話之後，清華園嗰套別墅就留俾翁帆。呢棟別墅唔止一套屋，佢見證咗楊振寧同翁帆20年嘅時光，更係仔女俾翁帆嘅承認。佢係佢哋嘅家，係最後嘅避風港，係保護傘，亦都係認可。一位房地產專家分析話，呢套別墅位於清華園，地理位置優越，環境優美，從市場價值嚟講，佢肯定係一筆唔少嘅財富。但對於楊家嚟講，佢嘅意義遠遠唔止咁。佢係楊家對翁帆多年嚟付出嘅肯定同感謝。20年嚟，楊振寧同翁帆一直生活喺流言蜚語之中。外面嘅人討論咗20年，想象出各種恩怨情仇、動機同家產分配問題。有人話翁帆係為咗錢先嫁俾楊振寧，等楊振寧離世之後，佢就會攞住巨額財產離開。亦有人話楊家仔女會同翁帆爭遺產，爭到唔可開交。然而現實同呢啲想象大相徑庭。多年嚟，冇人爭遺產，冇人喺財產面前出難題，所有人都將感恩放喺前面，佢哋用實際行動屏蔽咗外界嘅流言蜚語。翁帆用20年時間，默默陪伴喺楊振寧身邊，照顧佢嘅生活起居。佢冇一句辯解，只係用自己嘅行動嚟證明自己嘅感情。而楊家仔女亦都從最初嘅懷疑到後來嘅認可同支持，佢哋見到翁帆對爸爸嘅真心付出。一位社會學家表示，喺當今社會，像楊振寧同翁帆咁嘅婚姻確實好少見。佢哋面對住巨大嘅外界壓力，但依然堅持落去，並且用行動贏得家人嘅尊重同認可。呢個說明真正嘅感情唔受年齡、身份同外界輿論影響。楊振寧離世之後，冇人再提18億財產謠言，亦都冇人再理翁帆係咪圖錢。最後一通電話，亦都唔係喺爭財產，而係家人之間嘅託付。別墅係承諾，係感謝。一位法律專家指出，從法律角度嚟講，遺產分配係楊振寧先生嘅個人意願，佢有權決定點樣分配自己嘅財產。而楊家仔女主動為翁帆爭取穩定住所，亦都體現咗佢哋對翁帆嘅感激之情。呢個係一種基於親情嘅表達，而唔係為咗爭奪財產。感情被外界誤解嗰陣，最重要嘅係咩？係堅持自我，定係等待家人支持？喺楊振寧同翁帆嘅婚姻裏面，我哋可以見到兩者都有體現。翁帆從一開始就堅持自己嘅選擇，佢唔在乎外界嘅質疑同謠言，只係默默陪伴喺楊振寧身邊。佢用自己嘅行動證明自己嘅感情係真摯嘅，唔係為咗名同利。而楊家仔女喺最初懷疑嘅情況下，通過同翁帆嘅接觸，逐漸改變咗看法，最終成為呢段婚姻嘅支持者。呢個說明家人嘅支持對於一段感情嚟講都係非常重要嘅。其實翁帆咁多年，早就不需要證明咩？當初嗰句我嫁嘅係智慧同善良，一句就夠。佢用20年行動驗證咗自己嘅選擇，贏得全家嘅認可。喺當今社會，好多人過於看重物質同外在條件，而忽略感情嘅本質。
楊振寧同翁帆嘅婚姻話我哋知，真正嘅感情唔受年齡、身份同外界輿論影響，只要兩個人真心相愛、相互扶持，就能夠走過人生嘅風風雨雨。楊振寧同翁帆嘅婚姻故事就好似一部充滿懸念同爭議嘅電視劇，從最初嘅質疑同謠言，到後來嘅家庭認可同支持，再到最後嘅遺產分配同感情託付，每一個環節都牽動住人們嘅心。呢段婚姻令我哋見到愛同責任嘅力量。翁帆用20年時間詮釋咗咩係真正嘅陪伴同付出，楊家子女用行動表達咗對翁帆嘅感激同認可，而外界嘅流言蜚語喺佢哋嘅真愛面前顯得咁樣蒼白無力。或者呢個就係愛情嘅真諦，佢唔受年齡、身份同外界輿論影響，只要兩個人真心相愛、相互扶持，就能夠創造出屬於自己嘅幸福。而我哋亦都應該從呢段婚姻中吸取教訓，學會尊重別人嘅感情選擇，唔好輕易對別人嘅婚姻進行評判，因為有啲事只有當事人先真正明白。